哦，好好，安尼大家好，那个精神就是有智慧啊。好，今晚要来查一个这正数，迄主持自家格言哦，出一寡迄作有学问的字哦，啊，就爱来研究一下。哦，较好读笔校经嘞，啊，较短的较好读笔校经嘞。这较多现在咱的生活上。哦，现在跟咱的生活有关系。是啊，是啊。有，安尼咱生活较容易了解哦，迄个艺术较容易了解哦。这唔算修呢，修行是修的音呢，修行的修。修的音共款了对。有咧查个这个手机的台语儿 APP， 啊，真正这个音。我看圣经，我就是咧讲咱的旧的灰啊，孙啊歹是歹圣经约。啊，毋过查出来读迄个遐好呢。啊，毋过照讲伊咧读画好啦。读画好，当对啦。对，读字读册。遐是咱写古字写遐，对啦。对，啊，读册咧读画，画界的画，画好圣经约，画好圣经约。真一学问哩，后尾学哦，真正足一学问哩。毋是啊，你若读毋读就变歹咧，读就爱是正确啊。哦，真用心学习。哦，拢甲写到边仔啦，毋通甲我放到头壳内底，咱有点艰苦。那写到边仔，互伊纸，甲咱拍下。一竹一番，一竹一番。再来加呢？同书来处不厌，同书来处不厌。同书来处不厌。迄就是讲食的糜饭啦，吼，拢是直来无用意啦。做死人咧就种猪仔、布猪仔吼，去像恁安尼，就烧草啊，就压肥啊，就迄个。同书来处不厌。哦，足辛苦的啦。你读做字哦。厌啊，用意的厌啊。厌哦。厌啊，不厌就无用意啊。啊。同书来处。不厌无用意。有。嘿。我好圣经约，我好圣经约。这字句。用学嘞，我平时用字经，用说如平时。因背字名，糜人背糜，哦糜啦，我咱背糜啦，切啦。龟房字学，哦对了哈。对。是啊。是。有。子孙要有风，莫贪以外之财，应贵人之酒。是啊。这青字有写我真有学问的字啊，迄个无啥内容都袂晓。国语可能查会到，啊台语我袂晓。跳舞。哎呀，陈老师，陈组长。没有了，现在休息啦。哦，陈组长大驾光临的，使个教，使来教。你查台语啊？这查台语儿。手机也通查台语呢。手机啊？手机也通查台语，安怎读。
然后孙仔袂晓读讲，叫伊讲去手机啊查迄个台语安怎读。老师人了个教。哎呦，那好，那就咧教台语哦。对啊。哦，赞，这进步。以后都唔爱出来顺利。你有我音无啥介准。哦，对了。建富贵理性点用者最好点，点用点一点。对啊，添用就是讲铺摊迄个叫添。讲叫我掠咧，伊就点啦。建富理性点用者最好点，正数啊，正数。正数。嘿嘿嘿。啦，就警察若捌着闯红灯咧，哔。嘿嘿。哔。无简单，查遮久查拢无。真。哦，我查台语啊，查台语，手机也当查台语哦哈，手机也查台语。啊，还有迄啦，张长官啊，张长官来啊咧，张长官来啊，还有迄。啊好，张太太来啊。哎，这还是好咩？张长官好，早安。哦，这。